台南市正統樂齡夢聖母廟為慶祝安祖44周年慶，27號上午舉辦安祖44周年的祭典，由着立委陳廷輝，當時嘛是樂齡夢聖母廟用務主委來擔任主祭。聖母廟主委鄭心芝帶領着廟方所有的委員來擔任陪祭。祭典儀式以及鼓禮、行初獻禮、下獻禮，以及三跪九叩首的大禮，場面莊嚴隆重。再跪，叩首，右叩首，右叩首，一，三跪，叩首，八叩首。最後，在公讀祭文、甲啲分化忘了儀式過後，整個祭典儀式圓滿。隨後，廟方嘛舉行綠色關懷的活動，由着廟方一個釋放的物資，捐贈予這屆受災的家裡，七股甲啲安南區受災的綠色。媽祖的精神就是無私大愛，希望我會當將伊的堅持、疼惜的心，會當關懷到每一個人。對咱安南區，對咱七股，對咱家裡，所以咱希望今仔日感謝着咱地心地主伊所傳來的所委員，所用心努力，佇咱這個正統樂齡夢聖母廟安祖44周年慶的當中，來安排這麼好的媽祖祝福的活動。今仔是咱正統樂齡夢聖母廟呢，咱44周年，咱安祖的慶典啦吼，特別閣有意義，尤其是今仔天氣嘛小可冷冷，特別咱媽祖祝福的情形之下，會當獻上咱最大的溫暖，互咱這弱勢朋友會當感受到社會溫暖。每戶除了紅包甲個小家電，另外3區的區長嘛特別回贈感謝狀，感謝正統樂齡夢聖母廟媽祖的賜福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